说什么飞没有错，为红事是心宝贝连日旁，恰原来我父心声是修才，我母亲之真老。来了，来了。母亲生郎烈妹为，莫非他因问为啥？请开门来！原来是贾元公驾到。是他，小生高中贾元得来报恩尽孝。是此贾元公，请。谁知莲子心中苦烦。
贾元公，请到佛殿进香。请。三天天堂路，下照28人地狱门。先是沙点琉璃灯，精神神的好眼睛。恨真我先是为点琉璃灯，今是为生好眼睛。贾元公你上莫君别有人，真是为生好眼睛。我先是上点过琉璃灯，为什么我有眼不识亲娘亲？贾元公你高堂上亲举前在，真是为见亲娘亲。是他呀，原在我并非细心子，可怜我孤儿离娘身老残。原来他不是寄心子，更是自尊欺你心。贾元公你13伤心，在何时离别父母又为何因？为知子母无方人，铃铛是父万是平。我李母此时在襁褓，这只娘
不贫不富，是个出家人。出家人，你南园的母子早团聚，贾女公，请载我来。他神态色堂庭有意，难道他可真是我生生梦？恰回我时时不肯将儿生。他将生死十路程，襁褓之中离娘亲。他貌似生老难分别，他娘也是出家人。几张巧事，并以其他不是我儿。难做真。贾女公，这里就是芦欢堂。请问是他这芦欢菩萨与何灵神？苏芦欢能知流年吉凶祸福。哦，是此，请使他为我说上一说。贾女公相思16岁了。对呀，想不到是他，倒还记得清楚。请问贾女公是哪一只家先进芦欢堂的？我是有家先进来的。得凭你数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我在念经。你念的是什么经？念的是芦欢经。是他，因何不再说下去了？那就是这阵长眉芦欢。这长眉芦欢乃自何吉凶？长眉芦欢乃是指长寿吉祥之兆，保佑贾女公万事吉祥如意，早日行到
仙心为灵，大仙年高玉立身衰，差世情失人心。人家是母子团聚天人龙，我家是一出娘胎的十伤情。我父娘亲苦，日落在里暴雨，我神娘多保居老恩。娘啊娘，你可知孩儿母娘痛？去大仙把电话是我生儿生。他伤心我伤心，我娘我儿都苦命。是他，贾娘公，那便就是送子观音，救男的男，救女的女。送子观那救我的男，救女的女，此话当真？那是他背的送子观音，娘娘。深深的送子娘娘归灵光，巧为我你还苦我愿在日落春，归阴娘娘啊，往有一边是悲心，巧为我孤乱送子还杀人。你送兵送斧都好送，为什么将我出送回郎门？送子观音娘娘啊，我恨你闭门与从我的父母人，死心不悲我的娘亲红生生。观音大士，我的亲人在家却是要命进殿不算是叫来生娘亲，心爱可待问，生生是讲到此。难离身，四岁的儿子真宽亲，一个的儿子20分，高本事真不理睬，考上不正儿进门，我儿在高旁人缘真人儿好贤真，非是为娘贴上心，都只为世道先，不用惊。
娘亲，我是你生，杨女公，速速为父去吧。好的，亲娘。谁是你的娘亲？你快为父去吧。娘亲不认孩儿，是死孩儿不孝，孩儿告辞去了。娘啊，可怜孩儿想娘，一片苦心，你就相认孩儿了吧。谁是你的娘亲？家女公，不要胡言乱语，少了我们亲贵。娘亲啊，这画中之人是哪一个？他是一真神呐，是神又是那真神？他是一真神上神，他是神，真有女亲的，莫非他就是我父神？他不是神鬼神，他不是你父神鬼神呀！我谁把身子拆了身，他脸色书生神鬼神，我容貌可是画中神，那画中神定是我父亲，儿
的娘亲啊，儿碰上秋实有情的，爱就娘亲将儿生。将儿生，儿宁愿上归娘亲膝前不起身。儿的娘亲啊，怕什么神烟口味能杀人？什么世道险恶所先生，儿不惧为立公卿，儿不图利落虚名，儿不要2年千金，儿不吞不负法纪。辛苦好，好不下这母子骨肉一片地。娘啊娘，用孩儿侍奉膝下，尽孝心。也不忘这小事伴儿生落。情的娘啊！是少女皆伤心，最不怕人也苦为世道险境，三归武将神神不用大武临身，我今愿母子相伴为本身，绝不愿神说对为故一生。今生里不说但是我天数一数母子别离不中情。母亲，我儿娘啊，冤在我的亲爹，我的儿啊，娘啊！苦海茫茫失落尘，母子相梦系根基，北京西来西往。